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佛系生活。今日我會教大家整一款又香脆又好味嘅花生曲奇，我哋一齊去片啦。視乎個人嘅喜好啦，你可以選擇有花生粒嘅花生醬，牛油可以擺入微波爐叮佢10秒，令到佢快啲溶。首先將啡糖、白糖、牛油、2隻蛋、花生醬擺入攪拌機攪拌，然之後再加入雲呢拿、梳打粉同埋麵粉，慢慢攪拌成麵團。攪拌嘅時候千祈唔好過度攪拌，因為過度攪拌會起麵筋，會令到曲奇唔夠脆。曲奇嘅份量呢，就差唔多等於1湯羹同埋1個雪糕羹嘅份量。為咗令啲曲奇唔好黐底，最好就係用牛油紙。然之後呢，就可以將曲奇擺入雪櫃雪大概30分鐘。雪凍咗嘅麵團呢，比較凍，焗完出嚟嘅曲奇呢都會厚身啲。同時間可以將焗爐預熱到華氏380度。喺雪櫃攞出嚟之後呢，就可以喺焗爐焗10至12分鐘。焗完之後呢，就擺上架度攤凍。攤凍之後呢，就會好脆。無論係做俾屋企人食或者送俾朋友都係一流。如果你都中意呢款花生曲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頻道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